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这2天疫情，互人看了到地较紧张。人讲天饲人肥卒卒，人饲人一支骨。防疫也着神，也着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饲。饲就是养育的意思，像咱讲饲囝。另外养动物嘛是饲，像咱讲饲狗、饲猫。若是摕食米互囡仔食，嘛是饲，像咱讲饲孙。混看来讲，较早若是查甫偷食，咱讲饲查某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句俗谚语，拢有用到这字饲。头一个是上米饲百样人，是咧讲这个社会啥物款的人都有。第二个词，咱读做饲鸟鼠夹布袋，字面的意思是讲伫咧切仓内底饲鸟鼠，鸟鼠就会夹歹布袋偷食切啊。意思就是讲家己身躯边的人，颠倒会损害到咱家己的利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上米饲百样人，阿明的公司请真侪员工，结果有一个人用公家坦西徛，真正是饲鸟鼠夹布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饲提供予大家参考。